政府鼓励妇女呢二度就业，但是有一寡妇人人因为年纪、学历等等原因，找头路的过程遇到真侪困难。即中华梦想馆呢，就甲这各团合作，甲妇女二度就业的艰辛苦境写做歌，希望透过歌曲鼓励大家唔惊艰苦，勇敢追求家己的梦想。 伫舞台顶自信咧唱歌，写的是家己的故事。中华梦想馆甲乐团合作，培力妇女创作歌曲，用台语写出二度就业的心情。参与写歌的张美玉就讲，过去册读无悬，即阵歹找头路，所以搁再进修读册，嘛希望透过歌曲鼓励大家勇敢追求梦想。拢是阮家己亲手做出来。我选的迄句话啊，就是讲。 行过千里路啊，拄过万种人啊，阮的梦想呢，拢袂停，会坚持到底。迄就是足像咧讲我的人生。伫咱的人生过程中，有足侪所在，足侪时间，拢需要有人甲你斗支持、斗陪伴。尤其这条歌唱出来是，互人有心内的温暖。 这场音乐会除了创作歌曲，坚持咱的梦想，乐团阁安排其他甲性别议题相关的歌曲，有家后、玫瑰少年等等，有咧探讨女性嫁人了后的心情，嘛有讨论多元性别族群的歌。性别不是只有就是二元论，而是我们的各种性别，然后甚至是对于自己的性别有怀疑的声音的人，对我们都能够尊重他们不一样的想法和声音。在彰化吼，其实性别这个议题。 并不是大家有法度就主人去讲这个话题吼，想说借由歌曲，看是不是会使更较紧，会使拍入人的心内，然后让人对性别这个议题较有一寡印象甲观点安尼。 主办单位表示，因过去就办过展览、市集，阁有搬戏这活动，让大众了解性别平等甲妇女权益的议题。这边的音乐会阁有邀请亲人参加，希望无共年纪甲族群的人，拢会当做伙讨论，营造互相尊重的社会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